蒋朝涵，我劝你就别浪费时间了。你根本考不进年级前100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今天就写好请愿书，向学校申请让你退出我们班。可如果他赢了呢？他赢，我就围着教学楼蛙跳。陈川，言出必行，愿赌服输。你有信心考进前100吗？没信心啊，试试吧。你没信心啊？那怎么办啊？哎，随缘喽。对了，我最近数学成绩有所提升，我妈让你每周多给我加1堂课，你就把网吧的工作辞了吧。你跟我上课的时候，我能抽空帮你复习。不用了，以你现在的数学成绩，高考够用了。谁说的？考京大你敢大言不惭就说够用了？哎，你别推辞了，拿着。真的不行，我要全力以赴复习了。走了。哎，你说真的假的？那你现在去哪？网吧。网吧？哎，你没时间给我上课，你有时间去网吧？你等一下。夏林熙，你这个骗子！我给你家打电话没人接，老实交代，你到底干嘛去了？我在书店呢。我不管，我在学校操场等着你，你快回来跟我一起练习跑步。你体育不过关，加分就悬了。哎，好，我待会儿再说好吗？我在书店。啊，拜拜，苏总。哟，这儿的小朋友啊，来找郑儿。哦。既浮游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，哀吾生之须臾，现长江之无穷，挟飞仙以遨游，抱明月而长终。之不可乎骤得，托遗响于悲风，托遗响于悲风。你怎么知道这里的？我有牵眼。说什么呢？老板告诉我的。哦，所以，你要进来吗？我能进去吗？